BB 嘅時候，我哋媽咪咧2個嘅份量咧就食到肥肥白白，咁老人家咧喺孕後期嘅時候就叫我哋狂進補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分分鐘治你要食全餐嘅原因之一。咁咩叫食全餐呢？就有啲媽咪咧縮開始嘅時候咧就有陣痛，痛咗10幾個鐘都生唔出嚟，最後咧要緊急開刀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真骨盤咯。咁當我哋咧 BB 喺入邊10月懷胎食到肥肥白白嘅時候，你諗一諗，佢要入胎位轉入胎位嘅時候，佢呢個位咧骨盤位就會卡住咗，佢就入唔到去。咁所以咧生到一半嘅時候，醫生咧幫我哋攞個鉗咧喺下邊鉗 BB 嘅頭 BB 出嚟。咁 that's why 有啲 BB 出咗世之後咧個頭就變長咗啦，有啲就少少乳黑啦，都係呢個原因嘅。如果你想順利分娩嘅話，好咧就將 BB 嘅體重咧控制喺6至7磅，咁個頭圍咧就控制喺10 cm 以內，咁再配合埋我哋平時上堂習嘅呼吸法，咁你成個分娩咧就會好。記得留言順產 check 順產幾率有幾高。